谁了呀？妈妈，你来咋？哎呀，那也是豆瓣是一般的。哎，搿么肯定个，还是板板新的喂，我看今天拍。从搿个物事先弄出来。埃个人到上海我带拨你做脑干个，脑干是啥物事？伊个像三年吃个米粉一样。我3年也没了。来里讲的，眼光侪是动的。那宝宝进来讲闲话，我听不大懂。留下来米啊！米总归有的。露出来，露出来。你还是汉子啊？帮我拿开来看看，如果不可以死，知道不？先带回去。那些光侪在那吃的。光日子啊，吃一餐。我自家去房间，你别语我。啥个米蛋？啥辰光个米蛋？啊，那些辰光个米蛋我记得啦，满嘴的广告味。谁来啊？你把一张物事阿零。零个。我讲拨你听哦，你咬里翻去想，来里讲个3毛5啊米粉，才可以生一只埃个物事出来才。哦。说不定一道题干了，拨人家到3分算出来最便宜，当你抢下一张，反正下趟一张高搿些的。哦。这个妈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一只物事暂时还用不着，搿么宝宝利息浪费脱了。来里厉害后路。啥个后路讲？讲拨我听听。明天夜里7点钟看我个视频。还是为毛关子嘛？哎，现在逃避弄得不得一只端正中饭噻。别紧，我冰箱里向有海吃个鱼冰嘞，哈根达斯。倒脱，还是再倒脱。啥去倒脱家？你看子我今朝倒得来个鱼饼，谁晓得在哈根达斯侪是老师，松绑炸弹来着，像是不容的。分开来拨你看了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哦哟，和苏州平台但是一样的。林黛玉的饼，西班牙的饼，王熙凤的饼。小丽，你别放眼呢，吃呢？哈边啊？啊，鱼饼你也要吃噶？哎，你刚觉着有点酸个。有点酸。还有煮一边伊林黛玉吃醋。哦。阿龙那边啊了，阿龙。懂了。我那吃个饼还配个钢椒油。反正这个地方哪晓得是红雷蒙的饼的哈。嗯。林黛玉吃它吃西班牙醋，快点。Lady first， 你们2个先吃。小丽动手。Lady second 呢？我第3个。Man 3个。有。来里贴近来这，来里穿两来这衣裳，才开始讲英语噻。你刚刚贴近我先贴近一个气氛。你今天吃是叫我来这哈？我分析吧。来。好。就是有点来沾。哎，烧个蛋里。不行。啊，不你想呢？我是想不。你不是理想蛮丰富的嘛？新房你晓得？我不晓得你也欢喜，咱讲故事，听听评话《红楼梦》好点。先摆出点交付来。妈妈，搿么我。一不是一弄搅拌就花点水，再煮一个侪是干净烂塌塌，晓得？所以说只一个烂渣渣个鱼饼，泡烂塌塌毛皮，哎呀。我上回来就是不烂塌塌，我不吃烂渣渣。你啥意思啊？那不烂塌塌，我牙齿还。不，我牙齿会害了呀！我牙齿有点害，用不着你泡毛皮，拿着吃，拿着吃。不来！镜子你吃吧。我不吃，我吃了一个了。我也不吃。你这个你看都没吃完，你一口进去没吃。反正我理财啊，一个。对个，那一句我讲对我心。你这回去英勇就义了。这里啊，记着王熙凤的饼。我不来，妈妈啥个？那个做起到宝宝吃。不是来里讲你跑堂明年，阿拉拿后头，但今年先吃脱，哈哈。那个来个，你牙齿不害，你门牙没得，啥做起到不去。